大家好，我係蔡偉雄。咁如果大家都喜歡我製作嘅玄學片段啦，咁希望大家都會 lik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。咁亦都可以分享我嘅片段俾你個好朋友嘅。嚟到俾5萬年屬龍嘅朋友喺12生肖排行榜裏邊排第8位啊！咁啊，新一年嘅健康運依然麻麻地啊！咁啊，受到呢個寡宿啦、吊客啦同埋浮沉空星嘅影響啦。咁啊，身體健康可能因為受到感情啦、工作啦，又甚至係一啲家居唔好嘅事情而有所影響。咁啊，加上血印空星嘅影響啦，咁啊，自身或者係父母身體容易會有手術血傷添。咁啊，幸好遇到天解吉星嘅幫助啦，遇到厄運嘅話咧，亦可以得到貴人啊，甚至遇到良醫嘅幫助咧，逢凶化吉㗎。咁啊，至於工作方面啦，咁啊受到呢個天解同埋呢個8座吉星嘅幫助啦，咁啊打工仔有望升職同埋加人工啊，甚至得到人哋嘅賞識啊，咁啊可以有突出嘅表現。咁啊，但係唔好因為有兩顆吉星嘅幫手而掉以輕心啊。咁啊，受到呢個豹尾空星嘅影響啦，小心黃蜂尾後針啊，俾人喺後邊督背脊啊。咁啊，加上呢個血印空星嘅影響啦，咁啊做武職嘅朋友要小心少少啊，容易會有意外災傷啊。咁喺馬年工作嘅運勢依然係一般般啊。咁所以如果要轉工啊，或者係做一啲新嘅行業嘅話一定要考慮清楚啊。咁錢財同埋呢個生意方面啦，咁啊屬龍嘅朋友今年要小心受到呢個豹尾空星嘅影響啦。喺呢個説話同埋呢個文書上面都要小心少少，要做得清楚啲啊！小心黃蜂尾後針啊，俾人喺後邊督背脊添啊！至於喜歡做投資嘅朋友咁啊小心受到呢個浮沉空星嘅影響啦。股市價格浮上浮落嘅時候你容易會有蝕本或者甚至得個吉嘅跡象啊！咁啊，幸好獲到天解同埋8座吉星嘅幫忙啦，咁喺生意上可以得到聲名㗎。我建議今年多啲同客戶去溝通一下，咁啊第時傾生意都方便一啲啊。咁但係必須注意啊，天解吉星亦都可以解或解除咁解。如果同人客嘅關係做得唔好嘅話合約有機會被解除㗎。咁啊，總括嚟講啦，咁啊屬龍嘅朋友喺生意同埋錢財方面今年嘅運程都係一般啦。咁啊，唔建議去擴張你自己生意啦，亦都唔建議你賒數俾人哋啊。咁啊，記住千祈唔好做一啲好高風險嘅投資啊。喺感情方面，屬龍嘅朋友今年嘅感情運就麻麻地啦。咁啊，尤其是單身嘅朋友啊，受到浮沉空星嘅影響感情有驟變嘅情況出現啊。咁啊，桃花就未能開花結果啊。咁啊，建議啦，今年做乜嘢都好啦，不宜操之過急啊。咁至於拍緊拖同埋結咗婚嘅朋友受到寡宿空星嘅影響啦，總係覺得對方唔係幾關心自己啊，容易會暗生誤會啊。咁啊，建議多啲大家溝通一下啦，甚至安排多一啲飯局啊，又或者去旅行啊，咁啊提升一下大家嘅喜慶運嘅。咁喺健康方面啦，屬龍嘅朋友今年健康運就麻麻地啊，受到呢個血印同埋吊客空星嘅影響啊，家宅運未如理想啊。咁啊，尤其是係長輩容易會有病災添啊。咁啊，如果長輩有心臟病或者係有三高嘅話要更加注意佢哋嘅健康啊。加上受到寡宿空星嘅影響啦，情緒上面容易會有唔開心嘅情況出現啦。咁啊，建議新一年嚟臨之前咁啊帶父母去做一次身體檢查啦，又或者購買一份家居保險啦，以防萬一及不時之需嘅。